针对台中爆出猪仔死亡可能是非洲猪瘟的问题，下晡2点半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有开记者会，对农业部提出4项要求，也强调中央甲地方就要继续拍拼，随时警戒应变。做伙来听详细的说明。同时，我要求农业部有4点的要求要做到：检讨整个疫调的过程，要确认这个病因，并且全面追溯它的来源。第二个，要稳定市场的供应，尤其让价格能够平稳。一定要以冷冻的肉品释出，来协助市场的供应需求。同时，最优先要让学校的午餐能够充分的供应，保障学童在食品供应上面的充裕跟安全。也立即请农业部在台中设立前进指挥所，由副首长来担任主持，先行做好筹备的工作。同时要向国人立刻说明最新的状况，依照状况的发生，也要应尽我国在国际上的义务，向国际做出必要的通报。5月份，我们才正式成为3大猪瘟的非疫国，这是我们在防疫工作上的重要的一个突破，也是我们公共治理上面的国家的实力。2018年以来，政府跟国人全力的防堵非洲猪瘟的入侵，这项努力是公私部门、中央、地方很多人跨领域的合作。此刻，面对这样案例的发生，政府已经也必须展开最高的警戒。我们要进行有效的防范措施，提出各项积极应变的计划，这样才不至于让过去多年来许多人的努力抹煞他努力的成果。